看花莲有2个铁道迷，昨早为着要翕代替上新的观光列车山南号，竟然伫冰交道的直沟放落来了后，佫撞入去警戒区内底。害火车驾驶看到了后，是带一条赶紧淡水内警示，嘛赶紧打动。火车尾也是停落来2分钟。为早慢慢扛落来，火车就要通过啊！无想到竟然有2个铁路的迷众硬要弄入去警戒区，就是为着要抢先看代替上新的观光列车山南号，后司机员惊到随打洞啊淡水内。先是平交道告警作用，有警报响起，然后司机也目视也看到了，紧急鸣笛停车了2分钟，确认那个民众已经退出了警戒区，我们才把那趟车继续开行。这遗憾的事件是发生在初时的早起，山南号在花莲到市上之间试运转的时阵，2个查某人竟然在徛在花莲市中华路的冰交道边仔的警戒区内面，对新火车哭翕，好佳在无造成交通事故。这惊险的画面嘛，互代替东区营运处的副处长柯明家拢看到，因为迄当阵伊人就伫车顶。虽然这次没有造成事故，但是已经违反了交通规则。我们公司将会在修正之后，依规定会移送到路警开罚。都惊有民众为着要翕影片、相片弄入去，代替嘛开始要收证罚钱，绝对袂放任这种行为。不过为着要翕相挖火车这么近，总来通行的事件是一直发生。去年12月，都发生有民众徛在阿里山林铁列车铁轨道顶悬在翕家己，差一点就互火车交过。今年1月2日，一个菲律宾的查某游客在边溪30分车头的铁轨道边仔手拍开翕相，结果互火车压着，规个人对头前背跋倒，头嘛受伤，结果拢红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